哈。好，来对28页这段开始哈。看这段无啥物好读啦，吼，无啥物好研究吼。伫听呢，介济人听见笑甲吼。伫听呢，介济人听见笑甲，我毋知是困伫房间祈祷，竟然有听，还是安怎吼？伫听呢，大家有听着吼，哦，哈哈笑啊，哈哈叫，伊毋是哈哈笑，是笑甲哈哈叫啦吼，哈哈叫应该免啥物早啦吼，就是迄声尔吼，害人生几若暝吼，见笑毋敢搁祈祷吼，几若暝就是 many 啦吼 ，several 吼 ，several 吼，几若暝吼。本来贵是来问讲 how much how many， 结果几若暝伫遮是等于是会当用来讲 some several 安尼吼。见笑毋敢搁祈祷，这应该嘛无啥物好知吼。老母就搁教伊，然后就逐暝逐早起接煞搁祈祷。伊无讲安怎佮教伊啥物啦吼，反正就是老母就佮教伊讲，意思讲你免，譬如讲教伊讲你免惊见笑啦吼，迄类诶吼。老母就佮教伊，然后就逐暝逐早起吼，接煞佮祈祷。其实吼，毋惊见笑，或者这是另外诶话啦，这含都台语无关系啦吼。就是讲，毋惊见笑，本来应该是基督徒一个特质啦，吼。基督徒就是一个特质，就是爱毋惊见笑，或者是吼爱足白目，吼。基督徒应该足白目啦，吼。你若看遐足温顺啊，拢迄种好学生吼，迄好，即种乖囡仔，即种基督徒吼，迄毋是好基督徒，基督徒是爱足白目诶吼。爱毋惊见笑吼，爱大家毋敢祈祷，你敢开声大声祈祷安尼吼。爱大家伫咧电梯顶徛倒手边诶时阵，徛只手边诶时阵，你爱勇敢徛伫倒手边吼。全世界敢若你徛一个倒手边，你把徛甲拢袂面拢袂红诶迄种，这才叫做基督徒吼，这才叫做好诶基督徒。我应该安尼讲吼，因为基督徒本来就是爱掠耶稣基督做一个款式吼，做模样吼来学习。为什么拢甲你讲是学生吼？就是因要学啥物，要学啥？因就是一个老师尔，就是耶稣基督吼，就是耶稣啦吼。啊，耶稣是啥？你若去现新约圣经，你就知耶稣是白目到后壁我就歹讲啊吼，迄形容词我就歹听啊。一个白目到有蠢的人吼，所以毋知互犹太人恨甲甲伊钉伫十字架，讲好，你遮白目来吼，我甲你钉个，看你有才调，你家己行落来就对啦。后壁真正即句话毋是我甲你讲吼，迄是犹太人放刁甲伊讲，你有才调，你家己行落来就对啦吼。OK， 所以这就是基督徒啊，像这见笑毋敢祈祷，这都毋是好基督徒啦。啊，做基督徒敢遮简单吼，所以你看迄足侪去，其实我定看着啦。啊，我信基督教，我基督徒吼，迄拢去倒流行的即种的，我是拢无看啥简单。真正基督徒是爱足白目的迄种的。你看，我看迄足白目讲基督徒，我就足佩服伊。迄真正是好基督徒吼。啊，迄种你蛮厉害哟，比你搁较好打，比你搁较毋惊见笑吼。OK， 这开讲了吼，啊，咱才熟啊，所以你若拄着基督徒，可能喊我冤家哦，讲毋是安尼吼，好啦，咱继续转来遮吼，继续讲咧吼。老母就搁教伊吼，然后就逐暝逐早起吼，
接线搁祈祷吼，啊，所以就自细汉来培养嘛。为虾米讲我讲好基督徒爸爸毋惊见笑吼？就是自细汉安尼教才有法度，才有做会到啦吼。啊，当然教诶时阵，毋是讲教你毋免惊，你免啥，其实迄拢无法度，你无迄个气力啦吼，你真正无迄个勇敢，无迄个胆吼。当时才有法度迄个胆，就是你心内带一个基督诶时阵吼，你心内带一个神诶时阵吼，迄真正你是吼。天下你无敌啦，全世界你上大。所以我毋知讲即种诶，你毋通厉害吼。好，为虾米你看历史上足侪迄个叫做顺教，迄个顺教，咱来读一下即字，学一下即字吼，顺利吼，训教吼，应该是读顺啦。我毋捌真正去查过，但是一直拢是安尼读诶吼。第7点，顺嘛吼，本条顺吼啊，173253吼，阮就读做顺教吼。为什么？我拄来讲，就是历史上你看历史上中世纪啦吼，足侪顺教诶。为什么因毋惊人？贴查好贴诶，甲你。绑伫迄个，一般是一支条啊吼，绑一支条啊，下底甲你刻查好，等要甲你行，要甲你烧。有时啊，你讲一句话尔，你若只要轻吼，讲啊，我毋是即个意思吼，随甲你套来放落来。啊，有诶，为虾米？伫迄种情形之下，有迄个勇气讲，我就是即个意思，直接烧掉。迄心内爱有偌大诶勇气，你才做会到。你讲你家己想家己就好啊，你家己想就好，你做会到诶吼。啊，为虾米讲迄种人叫伊电梯人徛伫正侧边，有法度徛伫倒侧边，人伊都毋惊嘛吼。当然第一点是耶稣基督甲讲，你做你徛倒侧边毋免惊吼。伊才会去做即种代志啦，无伊无一定会去做即种无必要做诶代志啦吼。OK。好啊，所以顺教为虾米足侪人会顺教？就是迄就是真正心内有基督诶，即种基督徒伊才做会到吼。啊，毋是干那天主教吼，后来譬如讲新教改革吼，为虾米因认为讲我才是真正伊耶稣基督诶学生吼，啊，所以不要紧，你要烧，你要抬，做你抬不要紧吼。甚至。基督教，即卖基督教所看做异教诶，吼，看做这是邪教诶。比如讲，足侪啦吼，我即卖直接想要个，什么摩门啦吼，什么迄个啥，耶和华见证人啦吼，甚至比如讲，我所知影有一个人，我即卖一些名叫袂出来吼，但是最重要诶吼，伊就对。基督教一寡教义，譬如讲，伊敢若对三位一体的就有意见的吼。啊，伊是一个最重要的，要来讲的是，伫迄种医学，就是人类的即个循环系统吼，血液啦吼，即循环系统即种。伊对这是算做需要的啦，迄位叫啥名我袂记吼。伊就是因为对三位一体有意见啊，就基督教就甲，迄是做老尾记啊，是迄个宗教改革以后吼，毋是中世纪啊，宗教改革以后，中迄个叫做啥？加里文啊，应该是加里文，还是另外一位叫做啥？我即摆记伫吧。新教改革两个主要的人吼，一个加里文，一个是迄个，那敢若后壁迄个乌人面冠道士，迄个名小像迄个吼，就是伊决定该吊死还是啥，我袂记吼，就是甲即个无同意三位一体归属的即种迄个人甲吊死安尼。好啦，这无重要啦吼。我等下车掉，我再甲恁讲。
我哋已经足后期的吼。啊，就是讲即种迫害吼，伫咧基督教，伫咧足后期的基督教新教了后吼，一直咧发生吼。包括因来美国吼，我讲来美洲遮吼，因即个一寡新教派来甲美洲遮吼，因嘛佫升过一段时间的种掠迄个儒，要安怎讲？红衣啊，吼，咱来用咱的话讲，掠红衣的即种运动就对啦吼，掠红衣吼，掠红衣是咱来讲啦吼。那汉语用女巫即个巫理啦吼，巫啦吼，巫理对，好食。我要查即个汉语免来读啦。哎呦，即个巫理就歹册。读做巫吼，即个读做巫哦，即个会当做理性，你知吼？我初中一个独创就是姓即个姓巫，台湾姓巫的足少的吼。我咧想讲因兜敢会是，即嘛想啊，我感觉因兜可能是平埔族，因为伊嘛讲台语啦。我读初中的时候，我都读过，后来读大学有时佫有拄着。我讲啊对，讲啊遮就是讲，就算新教，足晚期来到因被迫害来到美国，嘛是佫继续迫害迄寡无信因教的人啦吼，足普遍的啦。基督教就是一个大家迫来害去的一个教就对啦吼。好。讲球远去啊，来，老母就搁教伊，然后就逐暝逐早起，吼，即应该拢免搁啥物研究啊，拢遐吼。接线搁祈祷，吼，接就是线啦，吼，接就是线就是接啦，吼，搁祈祷。食饭也会晓多谢吼，食饭也会晓多谢是感恩祈祷啦，吼，毋是讲多谢啥物人啦，吼。伊袂去甲煮饭的人说多谢啦，吼。伊袂去甲即个，不管你是老爸老母，还是厝诶请一个吼侍用人，你甲你煮饭，伊毋是甲你说甲恁多谢啦，吼。伊感谢上帝吼，赐我头前即碗青草的即顿吼。所以我才澎湃食物吼，所以有人吼，原来对基督徒即点无啥爽快吼。物件我传的，光我老的，你起来感谢什么上帝？你嘛要感谢我吼。是感谢上帝是一个足大的感谢吼。所以感谢上帝是，你只心才心嘛爱。你听着，你应该感觉欢喜啦，毋是讲老公的人是我啊，啥物？毋是，即有诶连基督徒都安尼想哦，莫讲是啥物吼？有诶基督徒莫讲基督徒，根本我都无甲即种人看做基督徒吼，就算伊受洗啊，啥物讲我基督徒。讲出即句话的人，我就甲即种人当作是你，就毋是基督徒嘛？你连即种感谢、即种遮大即个意涵内底遮大即个意义，你都无感受着吼。好，即段无教台语，咱教一寡咱所互各位领捌基督教啦。好啊，讲拜我讲吼，无客气吼。好来，咱来读吼。即段规段自头到尾甲读了啦吼。芭比个文较辛苦去吼，来。试看卖吼，我搁读一遍吼。伫厅里，介侪人听见笑甲嗨叫吼，歹势哈哈叫吼，害真心几若暝见笑，毋敢搁祈祷。老母就搁教伊，然后就逐暝逐早起接线搁祈祷，食饭也会晓多谢。来，芭比，来头伸出来吼。伫厅里，介侪人
听见，对，对，什么？做笑甲，笑甲，嘿，哈叫，笑甲哈叫，是，哎，这拢是上八调啦，笑甲哈哈叫，啊，当然哈哈叫迄是哈哈叫，迄是动声词，我是感觉第四调、第八调，我是感觉无啥物，我个人无感觉有啥物精彩，反正就是因一直人听到金星踮咧祈祷啊。伊真正讲迄祈祷时，我个人嘛感觉，那会咧讲，我毋知影伊诶语气用看起要讲这要创啥，我毋知影啊，所以其他诶人听到就哈哈叫安尼啦。可能因迄阵人敢是咧食酒开讲嘛，伊当然食酒开讲落去到，迄一寡理智拢会小可和平常时也无相关，可能就这是应该要变调啦吼，应该要变调哈哈叫吧。因为伊是写第八调啊，所以第八调应该要变。哈哈叫还是哈？不是啦，我是讲爱变调做第四调吧。所以变哈叫啦，嘿。哈哈，即摆就是即摆两个拢爱变调哈哈叫。嘿啦。伊头前是笑甲，笑甲，嘿。啊哈哈叫 ，OK， 安尼哈哈叫，第四调，OK， 感谢。笑甲哈哈叫。嘿。海金星。归那枚，更小，唔敢搁记得。是的。老母就搁介意，不是，然后就逐暝早起哦，早起，接煞，搁记得，食饭也会了多谢。是，来，有文。哦，伫听呢，介侪人听见笑甲哈哈叫，还真心几若暝见笑，毋敢搁祈祷。没有，老母就搁几若暝？老母搁就几若暝？见笑毋敢搁祈祷，老母就搁介意，然后就逐早起接煞搁祈祷。食饭也会晓多谢，也会晓多谢吼，也会晓，也会晓多谢。嘿，是，好，来马文。伫听里介侪人听见笑甲哈哈叫，害真心几若暝见笑，毋敢搁祈祷，老母就搁介意。然后就逐暝早起，接煞搁祈祷，食饭也会晓多谢。是好，感谢吼，大家拢读啊真好啦吼。其实我是无啥爱讲纠正迄个变调的问题吼，因为我感觉反正你变毋对吼，嘛是一种腔啦，一种外国腔吼，不管是啥物腔吼，看你本身母语所带来迄种。感受迄种习惯吼，你会变成你会变调会养成迄种习惯安尼吼。但是我知影要去考试吼，迄评审老师吼，特别爱去抓即种，我感觉是足无聊的即种代志吼。抓你变调变毋对，遮变毋对，遐变毋对，这些是吼，足无意思的啦吼。好，来，咱继续去看咧哈。大川信主了后，遐个做戏的器具全部毁了吼。毁对，毁了吼，啊变调。我
看觅后一页，这段该长吼，该长，所以咱就先来读这段。大川信主了后，这应该免啥物看了哈。遐个做戏的戏区吼，遐个做戏的戏区，遐应该免讲了哈。those 哈 ，those 就是遐个啦吼，遐个就是 those。遐个遮个咧，遮个就是 this 吼。若是 that 就是迄吼。this 呢 ，this 是这吼，所以这四个你也要用啦吼。莫讲遐个读过，煞袂记其他三个吼，拢袂晓讲吼。咱再来一遍吼，对单数开始啦吼。this that 吼，this those 吼 ，this that 就是这迄吼，this those 是这个甲遐个吼。OK。这基本文法尔讲过就好啊哈，听过有即拢记起来哈。遐个做戏的戏区哈，做戏什么意思？做戏就是搬戏啦哈，做戏就是搬戏哈。这个 hyphen 哈，伊的用法哈，就是动词加名词其实是无用 hyphen 连起来哈。但是咱早看有即个做戏的即个词无吼，先来看做字吼，因为即个 Q 卡应该是阮的 Q 卡，转手 Q 啦吼，做 CHOE 第三条，做代志做济。遮无有啦吼，遮做戏吼，做戏就是做你的做代志，不管做啥物代志，就是会使用做字嘛吼。搬戏就是你做一种代志吼，当做戏吼，做生意、做工、做戏吼。敢是逐项做啥物代志拢会当做戏，譬如讲，做亲情，好啦，安尼好，咱甲所有例句来甲行一遍吼，你就知影讲即个做会当做啥物吼？做是足简单的动词，但是愈简单的动词用了愈普遍吼。你若去现利电视店吼，迄个一篇就大篇吼。所以你毋通小看即个简单字吼，所以学英语嘛上看，你若会晓甲 do， 我即较早拢教过吼，你若会晓甲 do、make 即寡字吼，你甲字典甲显显看，你就知影讲，原来英语表达遮简单，因为伊比台语较简单，伊动词敢若一两个尔，毋是讲对啦，伊动词少几个尔，你用迄寡动词会当去表达足侪你平常时想讲我做袂到的意思吼，为虾米你讲袂出来的意思？为虾米？因为你本身语言太复杂诶，你的动词太复杂，你都毋知要安怎翻就对了。然后你想讲摆即啥要安怎？即个动词要安怎翻吼？其实伊拢用 do 用 make， 拢一路都差不多。用 do 用 make 用 take 差不多拢已经拢包括在来啊吼，拢解决掉啊吼。所以你就感觉讲，我英语要安怎讲就是讲袂练转去。你试咧去教即寡字学起来，我当初我嘛感觉，我干那教即寡字学起来呢，我迄个攻略水已经跳一级去了吼，可能跳过一级去了，因为你的口语表达就变甲较流利啊去吼。好。这是提供你参考啦吼，咱即摆上看，咱即摆毋是学英语，要学台语，你甲即寡即简单的动词吼，你甲学起来了后，你台语的表达的程度，你就会随跳一级起来啊吼，都袂像讲我插入即个要安怎讲，要安怎讲，其实就是因为你的动词袂晓表达嘛吼。好来，第一个制作吼，制作，比如讲最多，即个制作就是 make 啦，吼，你若用英语去对应吼，是 make 吼。最多、最细，当然最细就毋是啊，最细是 write poetry 或者是应该是 write 啊。最扁吼，最扁嘛是 make 吼，或者是
cook 吼，拄个 cookie 嘛会使啦吼 ，make a cookie 吼，好，过来是做代志吼，比如讲做生意，英语是 run a business 吼，啊，你若英语母语的人去叫 run a business， 要忽然间要翻台语袂晓讲呢，伊讲我要走生意，我要 run a business 吼。无走生意啊，台语是做生意啦吼，就简单的用 do 就好啊吼 ，do a business 其实嘛是会使啦吼，英语你若会晓安尼讲嘛是会翻过来吼。做工吼，做工做戏即拢对来讲的吼，就是做戏英语要来表达 play 啊吼，好。过来是第三是诚做吼 ，become 吼，或者是我看嘛，诚做夫妻，做翁仔某做夫妻，做公做妈吼 ，OK， 做客吼，做客就是be my guest 啊 ，be someone's guest 吼，啊，但是你要翻做台语，你要安怎 be 吼，你袂晓 be 嘛 ，be 就是做，而且嘛是做嘛吼。第四，祭拜吼，做祭吼，啊，伫英语表达内底，歹啊，我就是 worship， 到底要安怎翻译吼？就是做祭嘛吼，或者是做祭可能袂当用 worship， 然后做祭是因为这就是一种足侵占的一种文化信仰的对语言的影响。咱讲做祭吼，甚至讲咱讲拜公嘛，但是伫咧基督教信仰的社会内，都无迄个拜公，无迄个甲死去人当做神咧拜即种观念吼，你都袂当用迄种 worship。我都听讲袂使用 worship， 就是你讲 worship 你的爸母啊，过身去的亲人，或者是祖公嘛吼，无人去 worship 啦吼，迄无你 worship 吼，啊要安怎伫遮，因遮安怎表达，其实我嘛一时仔想袂起来吼，怀念尔啦吼。好，啊所以但是你学台语，你着爱知影讲，即个社会，伊即个思想，伊个文化是安怎表达做即种代志吼？伊就是拜公嘛，就是甲当作神拜，伊就是做啊，比如讲祭神吼，祭日是做祭吼。OK， 做对年吼，相款做对年就是相款嘛吼。但是做对年敢若是头一年尔，就是应该讲第二年。第三年敢佫做对年，敢若毋是啊，款的吼。我 Google 一下好啦。啊，是恁知影甲？对啊，就拢做祭啊。就做祭嘛吼，做对年敢若对年，敢若做对年，迄算第二年做对年，啊第三年就拢有做祭啊。嘿啊嘿啊。好，来有人礼仪公司的规则，啥物叫做对年吼？哦，所以对年是就是周年制啦吼，过新换一年叫做对年啦吼。所以对年毋通特别做记着讲做对年吼，这大概想讲恁迄个时代恁祖公祖妈逐年死一遍吼。书店吼来做对年，做生日吼，做生日。我真正英语就歹，我嘛毋知做生日要安怎讲吼。就是 party 嘛 ，birthday party 嘛吼，但是迄动词要安怎讲，我才一时想袂起来吼。好，做吼，做就是做，或者是要读做节啦吼，就是过节啦吼，做吼。3个做5个做啦吼，做。第5个是气候变吼，变天啦吼，变天就会使讲吼。来安怎讲呢？做风台吼，天做乌，即我第一道听着吼，天做乌，东面做色，毋捌听过，这是啥物意思啊？看无吼。天要做歹，天要做歹，我嘛毋捌听人安尼讲啦吼。
气候变化，我敢若会晓做风台啦，其他我袂晓。天做乌，人面做色，天要做歹吼，人要做歹，天嘛要做歹吼。哦，拄起来还要食早顿，腹肚前枵，当做禁食。禁食就断食了吼。好，第六，配分配啦吼，就是计互啥物，都台语的表达法啦吼，就是含啥物人结婚啦吼，查某会甲查甫同事无共啦吼，我不爱讲啦吼。第六，譬如讲做人吼。做互啥物人拢会使吼啊！因查某囝去做互隔壁庄的兔仔吼，安尼就是安尼，会使安尼讲吼。等于安尼讲，你就听有啊，爱听有意思啦吼。无内底完全无迄个分配的意思嘛，啊无迄个动词，无迄个婚姻的迄个动词嘛。但是就是意思就是安尼吼。所以一个足简单的即个动词，就会当用来表达即个，你可能其他语言无遮尔简单的即种讲法吼。marry 吼，都英语是简单的吼，就是啊，he marry 啥物人，伊咩啊无分男女，拢是 marry 吼。OK， 啊，但是你若我毋知啦，譬如讲，日语我嘛毋知吼，反正就是有的语言可能他伊就迄种，譬如讲因为性别，还是因为啥物吼，无共动词吼，看文化，有诶可能因为你宗教，有诶宗教无共，可能就无共动词啊吼。因为你年号，譬如讲差50岁甲差10岁迄种分配诶动词可能无共吼。我毋知啦，我袂讲诶吼。啊，伊当伊要来翻台语诶时阵，伊就对伊来讲读个足疼，因为找不到迄个动词嘛。啊，但是就足简单吼，做吼。啊，因查某囝去做啥物人啊？做人吼。啊，恁查某囝做人话吼，就是安尼问法吼。来。譬如后壁都例句啊吼，即个句完整的例句，你的查某囝要做啥物人吼？即个问讲啊，恁查某囝想要去含啥物人结婚啊吼？你的查某囝要做啥物人吼？好，来第7，随在人吼，随在人来，咱来看例句例词就知吼。你做你，我做我吼，我做我。猪做猪吼，猪做猪啦吼，着另外下伫吼，歹势吼，伊是我做我，猪做猪，着另外下伫吼，就是但是我来感觉即句毋是随在的意思啊。我做我，无用做你做你啦。无用做你啦！你讲我做我，猪做猪，着另外下伫是？你讲随在是无用做你，迄个做才是做随在你啊。就是你即摆你无用嘛，无用做你去啊。对啦，啊，所以我即个问即句讲我做我，猪做猪，着另外下伫是啥物意思？迄应该是讲要分开的意思嘛。哦，所以伊是随在人嘛吼，所以我才讲，我感觉用伫即随在人其实是怪怪啦吼。另外分。因为应该另外分一个第8啦吼，第8按怎解释就是归属或者是归类，就是我做我，猪做猪吼，着另外下伫吼，就是归类啦，就是categorize 或者是 classify 啦吼。我还我，猪还猪啦吼，莫男做伙啦，我意思是安尼啦，是毋是啊？我做我，猪做猪，着另外下伫。我毋知啦，我一直我伫问问题，我毋是你。敢若无啥共款咯。啊，所以无啥共款。所以这是啥物意思？我还我，猪还猪，是一归一，二归二，鱼还鱼，虾还虾，迄是还的意思。啊，若做是讲我做我，猪做猪，你袂使甲猪摕来要做。汤匙啊！哦 ，OK， 嘿嘿。你袂使甲碗摕来做饭匙啊！虽讲真正拄着交题时阵，你嘛只有摕尖来咬头。嘿。啊，所以迄个做应该是碗做碗，啊碗就做碗的功能啊！你袂使甲碗摕来要做粪机，
你要甲碗摕来做饭食，还是做饭咧？迄种工具无适当啊，对吧？伊无法度发挥正常的功能啊。所以过来就我想问这个问题哈，伊用伫第7这个规则内底看起来嘛是怪怪啦哈，碗最碗低最低讲。我感觉怪怪。伊你讲随在，我是随想着是讲无用做，你迄就是随在啊，对不？个人随在。所以伫遮，咱可能加一下第8，讲这是啥物意思？碗最碗低最低，吼，就是变成讲是一个功能嘛，吼。碗最碗的功能，低最低的功能。应该是碗发挥碗的功能，低发挥低的功能啊！你碗做碗是是。这句话敢若进前敢若我袂记得过去5届以来，敢若你查什么所在是冇提起一句话。迄个时阵我掠袂着讲，碗做碗低做低是啥？尾啊，我想过，我感觉应该是碗做碗发挥碗的功能，低发挥低的功能安尼啦。所以应该是第3。就是这应该是翻头，这应该放伫第3，第3就是 become 或者是纳入啦，纳入，你个叫做纳入吼，纳里马西达，那迄个纳入最夫妻最公最客啦，碗最碗低最低伫另外迄伫吼，我感觉若甲即句踏伫对第3应该是会合啦吼，好。这是我的估摸嘛就是我会安尼啦好，来过来最后2个你做你讲，这个随在人这真正就随在人啦碗最碗低最低，毋是随在碗随在低啦。我感觉这应该是怪怪啦好，来伊做伊去你做你讲，伊做伊去，就是做你去做你想要做迄个动作啦动作放伫上后尾嘛讲或者是去你做你食啦莫搞话啦就是安尼啦随在人，但是其实这是讲随在人，其实遮已经无随在就是意思你点你做你即马你做的代志，或者是做你就是已经命令你去做啊你做你讲伊做伊去是随在无毋对啦，但是其实讲即个。为伊个口气都已经有命令的意思所以等你真正要讲随你的时阵随在你都无一定无应该用这种口气讲啦你做你，我做我其实迄个已经毋是讲随在你，迄意思是讲你莫来甲我插啦莫管我，或者是我袂去管你所以迄个随在无遮尔随在啦这拢是这个。你语言使用上迄种口语，你爱有即个语感的人，你才会感受着讲为虾米我会安尼讲，或者我袂安尼讲所以你做你讲伊做伊去看情形啦我想看觅啦当你真正要表达讲随在你的时阵，你做你讲，其实会使譬如讲人甲你主动，无爱你讲。你会使讲，你做你讲就等于你徛出来替迄个人当枪支，或者是徛出来替迄个人背书讲不要紧，我甲你小听，你做你讲虽然迄个有迄个命令的意思啦，但是毋是命令，应该是讲我甲你鼓励做你讲你爱甲讲出来嘛是有迄个要求你讲出来，就是毋是随在，是希望你讲出来所以我感觉用随在其实。无遮尔随在啦，我的意思就是安尼讲，当你安尼讲时，拢无遮尔随在我想看，佫有啥物情形会讲你做你去譬如讲，拄则你句啊，伊讲伊做伊去嘛可能就是讲伊头前有先做一个动作，可要讲伊食咧，伊就做伊去啊，还是讲看咧，伊就做伊去啊，还是讲。反正头前应交一个动作，然后才伊做伊去，因为迄个做哩，敢若共款咱进前就是过去5届以后去讲到即个做字我一直到呾，我的记忆感就是大概袂用做我安怎的，做我来，做我去，做我安怎，我真想袂到讲有啥物，就咱咧讲做你无用，做你去，伊做伊去，即个我的记忆感拢是第2甲第3人称。
而且一般可能拢是单数。当然要讲做因行嘛，无要紧，若是讲做因去，这敢若较少。啊，反面就是讲，我想袂到讲有啥物是做我来、做我去、做我食，我大概较袂。应该是讲做你食，反正我拢供应，你做你食无要紧，尽量食。做你讲，迄个做你讲，我有一个迄个语言的迄个精髓，也是迄个要怎讲？就是我感觉就讲安心自在、自由自在。你做你讲，你做你食。免惊，就主要记的迄个例，可能有一人要讲的时阵，怎竟然，可要讲伊要讲老实话嘛，啊，不老实话一讲出来，可能对迄个第三者不利啊，迄个第三者就甲喊嘛，啊，无要讲嘛，即摆即个做公亲的来就甲迄个要讲啊，迄个可能甲伊动点做手势，然后就搁另外一边叫迄个要讲老实，准备要讲老实话，可能本正会惊到的，伊就即个做公亲的就怎讲，做你讲。啊，后壁句话就讲，恁爸互你课，无讲出来尔。你句话做你讲，啊，当然要讲的迄个人，就看即个做公亲的人有够细，也无够细，力量有够大无？若讲无够大，伊可能无敢讲；啊，若有够大，伊就规个拢拼命出来。反正迄个做你讲，就是我就讲即几年迄个感觉，就是安心自在、自由自在。你要讲济讲少，我嘛毋知你到底有偌济要讲嘛。反正我即嘛甲你课，我互你课，我听你做你讲，做你食，做你行，无要紧。我互你课，安尼，我会感觉迄个做哩，伫即大家是即个意境。以上。所以即只吼，第7个意思吼，随在人其实爱个内底个做一个诱路的所在啦吼，安怎随在法吼？是我要求你随在，还是你家己的迄种人性的迄种随在吼？可能无共吼。啊，拢会当用啦，拢会当安尼讲啦吼。伊做因去吼，就是迄个人性，因即人性的迄个啊，欢喜来就来，欢喜走就走吼。啊，但是讲做你去吼，当安尼讲的时阵，毋是你的人性，是我本身的要求吼。我要求你去安尼吼，所以拢会用的。随在人伫遮，我安尼讲啦吼，我认为啦吼，第7个会当佫分做7A 7B 吼，一个是我人性，我本身人性的随在，一种是我要求对方吼，希望伊照我所讲的吼，虽然讲随在，但是是希望伊照我所讲吼，所以7A 7B 吼，会使安尼吼。啊，这种语言的表达吼，就是学术啊、学院内底会研究的对象吼。今仔日你若是读台语系、台文系吼，其实这就是一个题目啊吼，你就当去研究这啊吼。提供啦吼，我看觅啊，来，咱今仔日有新朋友来。迄个玉红教授又收做戏，伊甲用连字符连起来，啊，甲伊讲这是一个动词，啊，伫小说内底，伊就是做。戏安尼，嘿，就分开嘛吼。那安尼讲，就是讲甲戏摕来做嘛。安尼拄则伫查来讲，有做诶，遮个词还是句啊？用这种方式去查，张宏教授这本字词典就足多做目诶，对无？啊，所以做戏是动作，做目是动作。然后咱就讲，啊，迄个人是做目诶。就表示讲，伊是咧从事迄种目工的工作。是。啊，迄个是做戏，安尼就是伊是搬戏的。是。所以即种类别啦，女优男优，对啊，所以做有会使做足侪物件，甚至佫有一个做七旬的时阵来做七啦。所以做较想要伊会使包括足侪物件啊，字词典内底伊咧收，我感觉伊嘛无一定，我都收甲足周齐、足矫正的，无一定。对。总是编字词典的人，伫咧编字词典，也是伫叫做啥调查，也是口头访问。我无一定讲伊会使做到安怎的程度安尼。啊，日本人编的这个字词典，伊嘛是甲做。这个字伊有用6个7个，敢若6，伊敢若讲6个功能安尼尔，所以变成讲每一个字词典，伊迄个编排者伊所调查到的范围有到什么程度安尼？就做行李啊，做机、做工课，这种一做嘛，做兵嘛，做风台、做水灾这种的这嘛，所以就是牵涉着讲，迄到底是行业
还是新婚，还是因为天灾地变这种的气候的这个会真差呢？台语内底吼，譬如讲对表达身份、表达职业吼，有时啊其实拢无必要搁另外搁做新词，做一个新的 term 出来，讲啊这是比如讲啊这是女优，这男优，这是演员，啊是一路拢叫做做戏的就会使吼。啊，当然这是口语的表达啦吼，听起来是敢若无啥物学问，但是这个实际上这是你将来你伫咧做新词的时阵，一个足好用的工具吼。某物职业啊，做工的吼，某物职业做肉的吼，做吐水的吼，其实你若今仔日要分的拢有可能一个拢有各一个 term 你表达啦吼，你伫咧英语内底吼，啥物吼？最准的是啥物？最准的英语人最准的都有一个专门的 term， 我这我都袂记吼，carpenter 吼，Smith 吼，伫台语一直做就好啊吼，拢会使吼。所以你伫咧生活表达上有时翻译吼，你毋通互迄寡即相款吼，咱即个字调伫遮，就是讲我拄则自头到尾一直讲迄个观念，你莫互你本身所惯习的迄个语言的迄种。动词的表达法拔掉咧吼，它变成你要学一个新语言，学一个你袂晓的语言的时候，你甲迄个语言的动词甲学起来，甲了解起来了后，你学即个语言吼就变甲足轻巧的吼。相款，今仔日你甲你一个做，甲即个做字学起来，你讲台语已经轻巧足多啊吼。OK， 好来，咱今仔日即个做讲到遮啦吼。马有你敢要补充啥？还是爸比有啥物？这遮那无讲了两个，大家拢参考，就是做囡仔做袂来，对吧？做囡仔就是我讲，那用英语讲就是啥 ？The childhood 嘛，我做囡仔的时阵，对吧？囡仔时，就讲做囡仔嘛，做袂来，当然，敢若目前无听到其他的国家有这种礼俗风俗，还是疼身体、调养身体的做法。啊，毋过伫台湾遮，可能自毋知啥物时阵翻世。几百年啊，偌久就拢有即种做袂来。所以你要翻英文的时阵，即个词都翻袂出来哈，做袂来，做袂来。大家来翻啊，因根本就无即个物件，无即个事。啊，因为迄是台语有一句话讲，洗会过加酒芳嘛，做袂来；洗袂过就四地帮啊。虽讲因遐应该嘛有定了即种囡仔洗袂出来，洗袂拄好，阿母怎过用去的即个，啊，毋过因就无去针对即种因为生产的关系。迄个母亲死去应该号做啥，讲做啥，安怎讲？可能我英语无够好，所以我毋捌听到过。啊，毋过咱台语就有啊，对无？生袂过就四地帮拖去种，拖去带啊。啊，你若生会过，做袂来，因为伊讲啥？生一个囡仔袂输安怎？啊，所以要好好疼养身体，才通个若要个生个有在头通生，莫讲生一个真正一命换一命，无可能的吧？以人类来讲，无可能是安尼啊。其他的动物有可能嘛？啊，所以。手机里真正是足多样性、足多元的，对无？之前咱个讲着做艺，对无？初26拜拜时阵做做艺，啊，你讲做艺、做囡仔、做艺来，这差不多是完全三个完全无共的方向。含拄则讲什么做大家、做官，迄嘛无共款的呢。做官是讲你考试，也是人甲你竞选去，你有当做。啊，做大家、做官其实是被动的，是因为。因后生娶新妇，伊才做大家做大官，啊做丈人是因为因所囝。其实歹甲你拍断下吼，其实我认为讲这，你拄则讲做囡仔甲做过来吼，我感觉拢会当分，会当categorize 伫咧即只 number 3甲 number 4啦吼，就是身份，比如讲 become 啥物，伊写正做啥物嘛吼。身份，比如讲，伊个例句是做公、做客、做翁仔某，但是做囡仔相款嘛，就是做一个囡仔身份吼。啊，做拄则讲啦，做过来，就咱敢若第4吼。做基做，就是迄种时啦吼。伊写一个祭拜，嘛处理迄个祭拜，但是实际上是做一个时，做一个时机，做一个。特别的日子，就吼，比如讲做基、做对年、做生理、做拄则你讲的做过来吼，一种特别的迄种我一时想袂起来吼，就是你用时间来想就好啦，伫咧时间点的来做一项代志安尼吼，就是用即个做，所以足复杂。你
已经足复杂啦吼，所以互足侪人听，哇，你个动作会当用遮侪所在吼，学的人会足惊诶吼。我若知影要用伫当中，我若无用，我若无学着袂晓吼，是无毋对，但是伊嘛当 generalize 就是讲，你会当用来做兴奋吼，做一种兴奋，某物兴奋，会当用来做某一个时间点。安尼吼，某一个时间点就拄则讲做期、做年、做生理、做或者是做一个时间站吼，一段时间做拄则讲做过来吼。所以安尼较互学的人，我咱法度通系统化去学啦吼，尽量系统化，但是太侪，有时啊，你可能我拄则变成系统化，我家己佫甲第7个分做第7A、7B， 因为真正无共吼，所以使用上爱注意啦吼。我歹势，即个已经用足侪时间啦。我想要问迄拄则迄碗最碗低最低，就另外黑低，另外黑低是啥意思？拄则讲碗最碗低最低是，就是原来是 become 嘛吼，就是。我是要问最后一句就另外黑低黑是啥？就是烫诶哦，还是啥？还是黑？我来查的时阵，阁有一个是另外黑小。OK， 拄则嘛有讲的嘛，碗有碗的功能，的爱发挥的功能吼，对另外黑的。碗发挥碗的功能。对。我知，我只不过是要问。所以即个黑就是讲，你即马所当伊讲，咱即马讲话对话的时阵，其实咱讲的毋是碗嘛，毋是滴啊，吼，是另外一项代志啦，吼。即马这是拍比方来讲啊，碗就爱做碗的代志，滴就爱摕来做滴，吼，碗就爱摕来做碗。啊，你即马讲的即项代志，就爱摕来做即项代志。讲对，你知影我意思无？比如讲。你即马有两个物件吼，啊，即个物件会当用来做 A 即项代志，啊嘛，伊嘛会当摕来发挥另外一个功能做 B 的代志吼，啊，结果呢，你嘛你毋知到底要用来要安怎做时阵，就会当你甲回答就安尼讲，你就碗做碗的代志，滴做滴的代志，你即项代志就应该做即项代志，应该发挥本身应该发挥的迄个功能，莫摕来做另外代志安尼。就另外迄伫就是就另外，决定是毋是安尼？就另外就做另外使用啦吼。另外迄地是。另外拍算。就做另外使用，就发挥伊应该发挥的功用。OK， 咱黑啦吼。无咱来学者黑吼，我这黑学哩，即个已经时间到啊呢。也是先头算这段，第一段。来，这段咱是毋是拢读煞？歹势哦。有吗？也袂啊。庆祝这也袂读。啥也袂读？我一句也袂读。你那段在做戏啊？做戏，家己拢生出来呢。好。大川庆祝了后，遐个做戏的器躯全部毁了吼，即句啦吼，即句也袂过算煞啦吼。好，做哩啦吼，做哩就会当讲几嘴啊，几节课啊吼。讲即个其实这无应该是咱当面讲的吼，这应该是伫咧吼。台文系啊，什么一堆台语系，写一本论文出来就好啊！大家去refer去本论文啊，有兴趣学的人，家己去迄本论文，家己去献哦。迄可能迄本论文可能开3点钟才读得了。我意思就是安尼啦，讲其实吼，就是因为咱中华民国的资源刻伫无应该用的，叫你去读个越后乌啼霜满天，结果你袂晓讲台语，吼，啊袂晓讲台语安怎教？教你伫咧即个演讲哦，啊变调安怎吼，啊结果你生活上根本都拢袂晓讲吼。即种你学起来，你台语就讲啊足好诶吼。迄个资源错用啦吼，甲应该用伫咧即个用即个所在资源摕去做别项路用吼，即个做中华民国上高诶代志吼。OK，
遐个做戏的气躯吼，本来是大家较惯是讲气骨啦，因为华语学到遮惯势啊吼，骨力吼，但是伊其实会当读做气躯吼。好来，甲这里小学一个甘味点。看了哇，咕吼，甘味点有收两个音吼，一个是咕吼，一个是躯吼，一个是躯，气躯、抗躯，这哪啥物件吼？形躯、形具吼。好，啊，搁另外一字我即嘛有兴趣知，我查一下吼，就是相亲苦哉，古哉啦吼，我毋知会当读做苦哉，我所以我要查一下吼。林立平。古转。哦，无，伊就无，伊敢若古尔啦吼，无苦啦吼。好，先煞乌尔啦吼。好，来转来小说家吼。迄个气做戏的气躯吼，遐个做戏的气躯吼，全部都免解释，全部废了了，废我甲变掉了吼，废了了吼，本来是废字吼，废是荒废的废吼，废了了吼，了就是 completely 啦吼，了伫大个表达就是去了吼，害了食了用了吼，所以了就是拢。甲 finish， 甲或者是做啥物代志 completely 完成，安尼吼，就是了了。好，安尼即句来读起来，咱就来结束啦吼。来，大川信主了后，遐个做戏的气躯全部废了了。来，芭比。大川信主了后，遐个做戏的气躯全部废了了。嘿，来，玉文。大川信主了后，遐个做戏的器具全部废了了。毋是废，当然你迄无变调嘛，我嘛袂当讲你毋对啦，是应该我感觉应该变调啦，废了了啦吼。废了了。嘿，是，马有你认为咧？听废了了，害了了，去了了。会变，一般是拢会变调，废掉了。但是害就无呢，害就无变调呢，嘿啊，害了了，害了了对啊，无变调嘛吼，无变调嘛吼。废了了，嘿啊，但是无变调较济。啊是讲，伊变调是废嘛，对无？嘿啊嘿，吼乱去吼，咱内外吼，咱就讲啊，这是内外。了了，这个故事可能有伊特殊的所在。吼，我毋知这就爱吼，拜托中华民国吼，中华民国吼，我这个四字爱甲尊称一下，中华民国吼，你拜托你教台语的时阵，拜托你甲资源用个应该用的所在吼，嘿啊。这学生呐，论文写一本啊，大家都会当去 refer 啊吼。OK， 我甲各位聊卡拢邀请啦吼，因为三米拍摄啊，你地图我甲你留伫个教室后壁你发徛啦，好啦，来我你。大川信主了后，遐个做戏的器具全部废了了。好来，马文，其实我嘛袂甲你袂记。大川信主了后，遐个做戏的器具全部废了了。来，芭比，毋是三年，既然你来，你顶头迄段你要读无？伫听呢，介侪人听见笑甲吼，来你读看嘛。伫听呢，介侪人听见笑甲。遐哈哈笑，遐哈哈叫，哈哈叫，还真心归那枚变小，真心，而且发伊名，你一定要发落准啊。真心
因为你若我无真准，就歹听啊吼，嘿，真心几若暝见笑，毋敢过祈祷。南母老母就过甲伊，然后就逐暝逐早起接线过祈祷，食饭也会晓多写，是真好真好，真好，你出去吧啦，出去吧。楼骹我有个人闹跑吼，我就是楼骹有要开讲无，我今仔日卖规房啊，新朋友来，老朋友嘛来啊吼，连啊，当然都方便啦吼，看要起来开讲无，含譬如讲你有今仔日有学着无啊，有啥物建议无？有介意阮来讨论无吼，拢会使啦。啊，若无我就要来关房啊啦吼，因为时间到啦吼。好，今仔日吼，自头到尾1点钟读一段尔吼，2纸吼。好，安尼咱后礼拜再搁继续啦吼。啊，有啥物问题无？爸比有啥物建议无？无啊，还是足欢喜，大家。然后学着足多吼。然后学着即个中华民国，我甲你教，嘿啊。现在讨论的时阵就好算诶。因为中华民国我会甲你教，只要咱家己教家己吼啊，好啊，一字学安尼啦吼。照你这个。多谢你啊，补充。系啊。啥物补充？了的事会使家己搁审查一下，然后再搁继续。照你这是咱自细汉吼，小学可能无法度学到遮深啦吼。这本来照你是应该是小学甲中学的时阵爱学的物件，学校伫咧语文课安尼教，啊结果呢放互咱家己来安尼吼，可怜咱家己教，啊我也无薪水通摕啦，我也袂当靠这食穿啦吼。OK， 好啦。感谢吼，当然马文已经伫咧体制啦吼，咱知影伊个辛苦的所在啦，咱嘛知影讲伊绝对有一寡所在根本就是你伫咧体制内无法度做袂到的吼。为什么伊遮呢？足骨力吼，逐礼拜第一个足骨力的来做伫头一摆吼，就是绝对是深深感受到讲，伫咱遮学着比伫迄个体制内吼，迄种学着的更较侪啦吼。好啦，歹势，我直接谢谢了。安尼我来开房吼，感谢各位哦，开房哦吼。好，感谢，后尾再过来，拜拜。多谢安官，多谢大家。
マンの件ね、茂外にな。分かった？今度から騒ぐときはトランクの中に入ればいいんじゃん。なんかそういう時にトランクに入る。そうだそれはいいからいいから。入れちゃってね、うざかった。だってみんなで入れちゃおうか。みんなで入れちゃって。
現在300年後世界の国何をあれこれ違うしわかんないけど人に聞かないでよろしく覚えるうわらしいうわすごい何これうわ今日なんじゃ今日じゃ楽になって6かける6は1600